Hello，呢度係打麻雀有少零狗同 OK，我哋嘅星期六，大家去咗邊玩？有冇打麻雀？我等陣就去打麻雀。OK，好似幾整齊，我執下先。哇，好整齊，挨牌叫胡。我打返佢啦。咁呢個牌要叫胡非常之簡單啦，係嘛？俾隻二索我啦，你哋。咦，摸到今日叫胡，咁一索咪韞住摸。我覺得叫得超靚咯，而家。手入去即係咁要嘅。咦，一索摸到11隻馬嘅，咁早唔食我搭車走㗎。講起車，最近有車貶值得特別快，一個月跌價1到2萬，再唔賣就變賣剩借啦。我嗰部24款奧迪 A3 喺瓜子賣咗13萬，瓜子比車相比嘅價高咗10%，點解賣得咁高？因為我瓜子賣俾個人，冇中間商低價收加價賣，聽講買家都慳咗唔少錢啊！如果你哋要買車，我強烈推薦瓜子，賣俾個人價更高。呢個牌抬咗個橋啦，好抬到，咁而家叫咗換一個正張嘅36筒，打2筒就自己 hold 住啦。對家公降北風。OK， 3筒摸到啊，13隻馬嘅。第3鋪，起手一砍1萬，打隻二索先啦。起手牌都係非常之靚。打返佢啦。好，咁而家入隻叫胡。打咗對7索。咁我打斷隻2筒先啦，咁1筒出嚟易啲嘛。反正挨牌叫胡。碰係啦，就係咁啦。而家叫啦，2-3萬正張。OK， 2萬摸到14隻馬，對家3對白板。最後一鋪，哇，3索靚，打下9索先我都。好，摸對3萬，咁而家入隻叫胡。咁我打隻5萬啦。哇 ，OK， 靚碰啊！咁而家叫胡非常之早。OK， 8筒摸到，上家話喺度拖牌，14隻馬哈，點讚接康啦，拜拜。